那你怎么证明没事，自己你随便考。你怎么证明自己是这个数学博士啊？那你问我概念呗？哥德巴赫猜想大概讲的是什么？就任何一个数都可以表为任何一个数都可以表为两个数之和吗？你什么学历？我高中毕业。毕业了吗？毕业啦。那我来考考你，数学中的2倍角公式是什么？不知道。高中没学吗？我学习差。那你怎么证明你高中毕业了？这个都不知道？怎么证明我高中毕业？那我就高中没毕业行不行嘛？那你为什么要说你高中毕业了？那我初中毕业行不行？初中毕业？那你怎么证明勾股定理？我怎么讲一下勾股定理，初中学了吧 ？a 平方加 b 平方等于 c 平方。怎么证明的？忘了。